唔少 fans 會問咧，究竟有啲咩家常菜簡單又易整？通常我哋都會介紹蒸肉餅，因為好味之餘，食材嘅配搭亦都多元化。就好似我哋今次介紹呢一個鹹蛋冬菇蒸肉餅，唔知你有試過未呢？首先咧，將啲冬菇浸軟，揸乾水分之後切粒。然後將豬肉剁成肉餅，處理完生肉之後，砧板會沾滿細菌，變得好污糟，所以要用萬潔靈廚房漂潔泡沫嚟清潔，噴一噴等30秒，佢就可以同時殺菌、漂白同埋除臭。砧板殘留好多刀痕，呢一種泡沫配方可以深入罅隙。清潔得好徹底，將豬肉、冬菇、蛋白、紹興酒、生抽、生粉、砂糖、麻油、胡椒粉同埋水撈勻醃15分鐘。肉餅放喺碟上面。然後切碎鹹蛋黃，鋪喺肉餅上面。肉餅蒸大概15分鐘。蒸肉餅嘅時候洗乾淨廚具先，最後仲可以用萬潔靈清亮洗潔精嚟洗碗。最好就係用埋萬潔靈廚房漂潔泡沫，為所有食具殺菌除臭，咁就更加衛生啦。肉餅蒸好啦，斬埋啲蔥粒，送飯一流嘅鹹蛋冬菇蒸肉餅就完成啦。